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李易老師。最近呢就有好多嘅事情發生啦，咁有好多值得我哋去討論嘅話題，例如方大同又或者係大 S 嘅離世啦。咁喺八字裏邊究竟點樣去睇到啲嘅端倪啦？咁由於時間有限，咁早前呢，咁我就已經喺我嘅課堂裏邊呢，同啲學生分享咗一啲嘅睇法。咁一啲有才華嘅藝人離世啦，咁我都覺得係非常可惜嘅事嚟嘅。咁呢一刻嘅話呢，我個人嚟講會覺得有一啲更加值得我哋關注嘅問題，就係 Elon Musk 馬斯克同埋特朗普嘅命運去向。咁佢哋嘅一個決定啦，好大機會會令到呢個世界咧會大亂嘅。咁例如啦，最近特朗普發動呢個嘅關稅戰啦，所以今集我哋就嚟睇一睇兩者嘅八字喺今年同埋明年嘅運勢啦，會唔會改變未來世界嘅大局？如果中意我影片上面所講嘅內容，記住俾個 like、share 同埋撳埋旁邊嘅鐘仔，仲有 follow 埋我嘅 Instagram， 咁你就唔會錯失頻道上面最精彩影片同埋八字教學內容啦。好，咁我哋就開始啦。咁其實我早喺4年之前呢，即係2021年4月同埋2023年嘅7月呢，早已論斷過 Elon Musk 嘅八字。咁而且呢，都比較上明確指明喺今年2025年呢，係大家一定要小心同埋注意嘅一年。首先，我哋先嚟 recap 一下2021年所論斷嘅內容先。當時有提及過2025年，大家如果有投資佢嘅股票，例如 Tesla 呢，就要小心啲啦，要步步為營，會有一個比較上大嘅調整同埋資產嘅轉換嘅，而且呢會代表一個進退兩難嘅局面。如果大家想睇翻呢段影片嘅話呢，可以喺描述欄裏邊揾翻嗰個嘅連結。就喺今年嘅2025年3月左右啦 ，Elon Musk 因為加入聯邦政府，成為政府嘅特別政府僱員，同時管理政府效率部 Doge。咁佢咧就曾經要求公務員啦遞交呢個嘅工作彙報，咁如果唔聽佢講嘅話咧，就等同於自動離職。同時啦，佢都削減咗一啲嘅政府開支，令到自己咧成為眾矢之的。所以當時咧 Tesla 嘅股票咧就接近腰斬咁滯。咁當然啦，你可能會話：關稅戰，股市所有個股票都會大跌啦。咁有一點咧就要注意嘅就係 Tesla 股票腰斬啦，就係特朗普開關稅地圖炮之前嘅。話雖如此，咁金融世界嘅世界啦係比較上複雜嘅，咁有啲嘢咧可能係佢預料之內嘅劇本都未定嘅，咁呢一方面咧就好難去查證。可能你會覺得喺過去嘅分析咧就唔係好夠具體啊，所以喺2023年7月嗰段影片啦，我就再次強調喺2025年呢，就係重點要小心嘅年份啦，而且用嘅方法咧係八字圖騰畫像嘅方式去演繹。咁嗰段影片咧，我就更加具象咁樣去睇馬斯克嘅八字，將佢嘅八字咧變成一幅畫去睇。咁呢一刻嘅話咧，我哋就嚟重溫一次。首先咧喺呢一幅畫裏邊啦，甲己合土，以一個土去睇，即係以城堡去睇啦。咁城堡一般嚟講係邊個住喺裏邊啊？梗係國王啦。咁現實世界咧就係代表住啲咩啊？可以代表住呢個嘅聯邦政府。咁接住咧就係城堡外面嘅河流咧，就出現咗一啲嘅變化，出現咗一啲紅色嘅紅藻啦，咁令到成個河流咧就出現咗一啲嘅問題，因為外面嘅草啦開始慢慢咁樣變紅同埋變質啦，所以咧就需要去清理呢啲咁樣嘅紅藻，令到佢啦經常性會遇到一啲嘅進退兩難嘅局面。馬斯克管理政府效率部 Doge 啦，咁就花咗好少時間就已經查出咗聯邦政府嘅帳目混亂啦。就例如國防部可以使1萬蚊去買個咖啡杯嘅，咁當然啦，被查嘅一方當然唔 feel good 啦。咁同時咧又傳出佢咧同政府嘅內閣不和喎。咁再加上加拿大嘅反 Tesla 嘅襲擊啦，咁呢啲咁嘅形態咧，同八字圖騰即係左手邊嘅嗰幅畫咧，有相類似嘅情況。雖然佢係一個好有理想啦，一個頗為實幹嘅生意人啦，但係我個人認為啦，咁官場同埋科技研發咧係兩個世界嘅嘢嚟嘅。其實啦，我係認同佢嘅諗法。一間公司或者機構啦，員工冇付出咧，係唔應該有相對嘅收穫嘅。但係有啲嘢咧就唔可以睇表面，而且係一刀切咁樣。
除此之外啦，咁官場人士嘅利益關係啦，唔係咁輕易就已經處理到嘅，所以今年呢，佢所遇到嘅問題呢，會令到佢非常之煩擾，就好似嗰邊嘅紅組清完之後呢，咁另外一邊又再生翻，沒完沒了，令到佢呢就陷入一種嘅進退兩難嘅局面，做又唔係，唔做又唔係。今年2025年咁有好多事情呢，咁大致上已經係定局㗎啦，所以我哋嚟睇一睇馬斯克未來2026年會係點先。咁呢一度呢，就同之前一樣啦，我哋將太歲嘅天干地支啦同大運原局嚟做一個嘅對比。午同埋丑係有刑嘅關係，午同亥有暗合嘅關係，午同午有刑嘅關係，午同申係冇關係，午同辰係冇關係。如果你係第一次睇我呢個頻道嘅朋友啦，唔明白呢種嘅操作方式呢，可以睇翻我 YouTube 嘅首頁簡介影片。咁將太歲同地支去做一個對比之後啦，我哋可以睇得到午同丑有刑嘅關係，午同午有自刑嘅關係。同時我哋唔好忘記咗，我哋係用甲己合土個土嚟睇個主軸啦，係以土去睇其他十神關係。2025年呢，就有傳佢離開 Doge 呢個嘅職務嘅，咁我個人嘅睇法啦，咁佢喺2026年離職又或者轉職嘅可能性呢，會比較上高一啲嘅，但係到時呢，佢將會面臨一個比較上重要嘅抉擇。咁整體嚟講啦，八字所顯示嘅象呢，都依然係偏向負面嘅。咁講完 Elon Musk 呢，我哋就嚟討論一下特朗普。咁最近啦，阿 Trump 就向呢個世界發射咗一支嘅關稅地圖炮，咁令到咧各個元首同埋做進出口生意嘅老闆啦，咁一頭煙，同時就將美股同埋港股呢就打沉咗，血流成河。咁我哋就嚟睇一睇特朗普葫蘆裏邊究竟係賣咩藥先。咁同樣啦，以八字嘅方式去拆解。根據維基百科嘅資料啦，佢嘅出生日期所起出嚟嘅八字盤係丙戌年甲午月己未日，時辰啦喺網上面揾嘅係己巳時。而家行緊嘅係壬寅大運月字流年，同之前一樣啦，將太歲月字放入去原局同埋大運裏邊。寅同巳有刑嘅關係。巳同埋戌係冇關係，巳同午係有半合嘅關係，巳同未有半合嘅關係，巳同巳係一樣嘅。咁整合所有地支嚟睇嘅話呢，我哋會發現呢有一個幾特別嘅組合，就係寅午戌呢係火局，再加上巳午未火方，六個地支嘅組合啦，又方又局。簡單啲嚟講呢，就係一片火海。再加上呢個嘅寅巳刑啦，係有犯太歲嘅關係呢，寅木係受損嘅。整個象啦，其實就係咩呢？就係火燒森林。咁我就按佢嘅八字嘅天干地支啦，去完成一幅屬於佢嘅生命圖騰。大家可以睇到啦，其實係咩呢？一片火海。如果個五行嘅角度嚟睇啦，咁呢一種呢係屬於木生火嘅。木生火係咪一個好嘅象呢？咁一定有人會話好嘅，生同埋合就梗係一定好啦，又可以解到一啲唔好嘅嘢，得唔得？咁我可以同大家去講啦，其實絕對唔係嘅。森林大火其實係會將啲木燒到盡噶嘛，係咪？咁受損嘅五行呢，自自然然就一定會係木嘅。知道一片火海同埋木受損呢，係冇咩作用嘅，咁因為我哋仲需要將十神呢放埋落去一齊去理解。咁特朗普嘅八字呢係己土日元，木克土，所以啦木係佢嘅官殺星，而火生土係佢嘅印星。兩者喺現實世界裏邊呢，官殺代表住名譽、地位、權力、鬥心等等，咁印星啦係代表住內心感受同埋一啲嘅信念。而而家受損嘅位置咧就係官殺星，即係佢嘅信念咧就好似火一般，唔理後果，燒晒成個森林，咁用盡自己所有嘅權力去賭呢一鋪。同時啦，我哋要注意火旺咧，自然會克金嘅，而金咧係食傷星。食傷星係代表住一個人嘅諗法同埋計劃，咁成個畫面我會形容為孤注一擲嘅。咁我哋經常講嘅 all in
咁今年2025年乙巳年係唔係過咗呢一年呢就冇問題呢？咁當然唔係啦。咁下年丙午年火燒森林嘅象呢依然存在嘅，所以2025到2026年呢，特朗普會以較為非理性嘅方式啦去處理同埋看待一啲嘅事情，因為內心感受啦掩蓋一切，孤注一擲。如果同美國有生意來往嘅話呢，就要小心啲啦。咁明年呢，應該會燒得更加勁嘅。今集完結之前呢，想同大家賣下廣告嘅。咁2025年呢，八字課程已經招生啦。如果有興趣學習八字嘅朋友呢，想了解更加多，可以去以下網站查看呢個嘅招生狀況。今次呢個視頻就去到呢一度。如果中意我今集所講嘅內容，記住俾個 like 同埋分享出去。之後我會再同大家分享更加多玄學上面嘅知識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